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民进党的立委林义锦，台南人，基层真有实力，做过6届的议员，被认为是热清德的子弟兵。伊的立法院办公室再去互检调来搜索，讲真有可能甲助理费有关系。啊，林义锦本人嘛到台南地检署接受到调查询问，伊讲司法一定会刑伊清白。 民进党立委林义锦台南服务处铁门拖一半，看到有人来，工作人员谨慎的应对。有些事情在忙。请问是在搜索什么？不是搜索啦。不过这人讲的是检调的人员，台南地检署证实讲，透早检察官有带调查局的人员，摕法院的搜索票，针对林义锦国会办公室等等的所在展开搜索，也毋过袂当加讲。啊，就一群人，伊问几一个人入去安尼尔。安尼哦。哎，啊，什么代志我嘛毋知。 南检的检察官讲，透早先到林义锦台南服务处去搜索，后来带人上北，伫立法院注意权陪同下到中心大楼搜索伊的国会办公室等等的所在。听讲这是甲助理费有关系，是讲检方针对这行动无进一步的证实。这是南检系统上来的，还是你们是北检系统的？ 有7、8个人伫搜索，也毋过记者伫问，拢无加讲。早起10点外，摕真侪物件走。立法院随后发表声明，表示讲，依照往例接到检方的通知了后，会派人陪同配合。被搜索的消息一个公开了后，林义锦无出面，也毋过伫面册有写讲，无论是什么原因接受调查，是误会也好，有心人检举也罢，身为中央民意代表，伊拢会以身作则，配合司法的调查，司法一定会证明伊的清白。 用这款的方式表明态度。林义锦是在地台南人，地方的实力真强，是6届议员。2020年参选立委当选，2024年顺利连任，被认为是热清德的子弟兵。即马风声讲，敢若甲助理费有关系被搜索，敢有影犹太进一步的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